你要继续灌，OK。这样就比较好挂了，这样比较好勾。我把这是。哇，这个太有力量了！在，好，不要再说。哦，看，哦，还不错啊。好，还有呢。不要太多。你要练习，你看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真无聊。还有两个。很重哎。下一个做一下。 10 hours later. 这个东西好像有的效果就是当它带着面团一点就比较快。打开，打开。哈哈哈哈哈！